宣调。耶和华啊，我的心神仰望你。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途教示我。求你带我入你的真理，搁教示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头面敬候你。圣诗，这是咱来灵诗俄罗上帝，圣诗112首，欢喜救赎罪路，请大家起立。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体验文，咱做伙来体验。体验文第10篇，也是诗篇的80篇。万军的耶和华，我的心神愿望耶和华的殿院甲本体。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伊也为着家己找到好领的手，徛起伫你的厝，会去互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哪行，气力哪地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祈祷。做阮的品牌的上帝啊，你着看。伫你的殿院，住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品牌。伊袂捌留一项好命。万军的耶和华。祈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学到你，你是创造一切的主宰，你是超越时间的神。感谢你赐阮性命，搁教示阮应该安怎行。你赐予阮你的话语，启示先知论道，写你的心意，成做圣经，互阮会当明白你、了解你、学习你。你搁赐阮圣神保惠师，甲阮立地，互阮会当得到安慰，得到提醒。今仔日感谢你，搁一届是阮同齐敬拜，同齐祈祷。求天父上帝看手伫阮每一个人身躯，互阮病痛会当得到医治，心灵忧伤的会当得到安慰，受困绑的会当得到讨伐，互阮伫个礼拜中间会当生命得到改变。祈求你也搁一届开阮的健康，互阮的开阮的智慧甲心神，互阮受加添、受造就，将你的道理，毋若是听有，搁会当伫咧生活当中行出来，互阮会当成做上帝的器皿，荣耀上帝的名。阮即时也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以天命地，愿你的名声，你的道领导，你的旨意行，一地一地。阮的事情平安有阮，下面阮的国父，求求来下面国父阮的人，所以台湾的事情，就叫阮他们对太阳，因为国阮的健康好是所有台湾的事，阿门。圣经，咱来看圣经第5册后书3章14到17节。若是你着常常带着所学习、所亲信遐个事，因为知是对啥物人学的，也知你对细汉已经捌遐个圣册，就是会互你有智慧对信基督耶稣来得着智慧。既若互上帝历史的经，也有利益伫教师、伫组织，互人归正，引带人合意理，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便便来行拢总的好事。赞美，爱的真谛，请橄榄树做带咱来赞美。
欢努力，只喜欢真理，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宽容，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讲到上帝的话献边，请牧师。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伫疫情差不多本下礼拜啦，咱即个礼拜，特别是咱的主日学，咱的成人主日学，就是查经班、台语场、华语场的查经班，拢食去吼。感谢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开始，咱无论是周间的聚会，拢改做伫即个实体的聚会啊，拢毋是线顶的聚会。咱遮个各团体、各小组，拢正常来聚会。咱主日学伫今仔日，我看真侪主日学小朋友真欢喜，老师嘛真欢喜，拢搁转来到教会伫遮来上课，来学习。愿主祝福，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当透过今仔日，咱一个月真紧就得要过去，咱伫遮看到上帝的听伫咱的团契内面，咱的小组内面，咱的教会内面，伫咱兄弟姊妹的生活内面，真希望期待咱会当搁较进步。有安排规年度12摆的基要真理，即个讲台，当然这毋是上课，所以牧师尽量用即个共款是讲道的方式来做基要真理的分享。今仔日咧讲到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咱知影上帝的话是啥物？就是上帝的话啊。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话，话是啥物？话是啥物？知啦？咱咧讲话，我们在说话，咱咧讲话，讲话要互对方安怎了解嘛？讲话讲到话就是有语言，语言，语言，所以咱用上帝的话，咱听上帝的话，上帝要互咱了解，就甲咱人甲人中间咧讲话共款。若无法度讲话，伊要用啥物方式？你好，我是杨承恩，这是我的手语啊。有时有一点点手语，所以手语嘛是话，但是爱互人看会知影，会清楚。所以讲手语的兄弟姊妹，伊就安怎，伊就
会当用手语来讲，所以话真重要。咱要讲话，要互人清楚，要互人知影你要表达的是啥物。所以当然，每一个牧师要讲话、要宣讲，咱讲宣讲上帝的话，也是一件真神圣的代志。啊，每一个牧师在宣讲上帝话的过程中间，最重要的是信心的同在，透过信心开听牧师的嘴，而且甲兄弟姊妹分享。啊，透过信心，毋但是干那牧师，伫台仔顶讲道的这个，可能是兄弟姊妹长老，某一个兄弟是透过信心，当然，咱伫即个锻炼的过程中间，咱伫学习的过程中间，真正咱来想象迄个讲话真趣味，对不对？一句话会当有足侪种无共款解说的意思。上帝话其实真重要，帮助咱来入捌上帝。所以有拄时咱就讲，我自我介绍我是啥人，咱话讲了后，介绍了后，咱就知影讲即个人是啥人。所以今仔日咱有关要用即个奇妙真理即个课题的上帝话，甲咱兄弟姊妹来分享圣经，互咱通知影讲，圣经是一本啥物款的册？咱知影，咱看到今仔日看到即个圣经，伊印做册啊，伊就是册。咱捌看过电影？有电影咧驱魔的时阵安怎？摕啥？摕圣经啊。当然，迄是电影。它有没有法力？有没有法力？有法力有无？应该是无啦。但是上帝话有开力无？有咧。这个开力毋是安怎？毋是安尼传输即摆在传输上帝的话，毋是的。上帝的话真奇妙，透过历史历代或者是先知，透过上帝启示，或者是先知，或者是上帝所启示的人，伊伫迄个过程中间，写用人的文笔写出来。透过上帝的启示、信心的启示，简单的解说是安尼。所以圣经是一本啥物款的册？为什么基督教这么重视圣经？为什么基督教这么重视圣经？我知影今仔日嘛有在座兄弟姊妹，差不多有90%拢会当清楚知影讲出来圣经是啥物。总是咱今仔日中间嘛有兄弟姊妹第一摆、第二摆、第三摆，来到教会无到一个月，兄弟姊妹伊要听，所以牧师用较简单的即个解说，甲兄弟姊妹来做阵分享。我伫准备即篇讲道篇的时阵，头一篇，我差不多写3篇讲章，第一篇写了后，我感觉真欢喜。后来当然经过思考，牧师毋是写好就放喺边经过思考，爱消化，爱学习，爱听，探访的时阵，听到兄弟姊妹的需要，所以开始去修改。改来改去，感觉一篇伤深怪，听搁另外写一篇。同款，伫写的过程同款，即篇嘛愈写愈无信心我就安静，我就无爱写，我就停落来讲，上帝求你帮助我，互我会当对弟兄弟姊妹认真爱意爱对，认真捌上帝的话，来完成即篇。所以即段经文。来帮助咱兄弟姊妹，咱做阵来看，这段是用中文来读啦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咱绝对是人而且知影你是对细汉知影明白清楚圣经，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对这些人，当然提摩太有书嘛，这圣经会当互你，因为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圣经拢是上帝所啥物？就是伫倒位咧？教示、道歉、拄则互人为
正还是正？啊？正还是正？正啊吼，反正归正哦，归正归正哦。过来，带人学啥物？义，行义的路。我想到诗篇23篇吼，了我带我经过迄个黑暗的山谷吼，带我行义的路，义的道路真重要。也是即摆咱学习上帝话，咱无得较有的人伫细汉的时阵就来教会，即摆因遮主日学吼伫咱的二楼遐，主日学学习伊遐开始学习啊，有无？因就是咧学习遮的。哦，咱有利益的叫属于上帝的人得到安怎完全，有法度完全无？其实无法度，但是咱尽咱的本分来得到完全。安尼知吼？咱来尽咱的本分，所以咱伫即个周报顶悬有写着咱的即个异象是啥物？8个字，社区安怎？社区安怎？咱看一个周报。哦，社区安怎？宣告安怎？信仰安怎？信仰生活，社区宣告有简单无？宣告当然，咱会当透过真多或者的活动。哦，今仔日下晡特别下晡，老师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咱拢来教会2点。哦，即个林兆成即个老师，伊咧来甲咱的中间，天使心的创办人，因真辛苦咧培养囡仔的过程。迄阵还未信主，后来信主啊，信主前、信主后无共款，当然无共款，因为安怎？因开始伫啥？因来学习上帝的字。因真毋茫要得到完全，就甲咱亲像咱共款，咱真毋茫要得到完全，但是有法度无？由主来帮助咱，引领咱，会当做伙来得到完全。好，所以伫即个社区的宣告，信仰生活化，无需要讲的是信仰生活化。即个信仰生活化是一款有人讲真简单，你要安怎简单？信仰要安怎生活化？我举一个例啦吼，信仰生活化。开车看到黄灯啊，你要浪费无？啊，黄灯啊，其实有测速照相机啦，黄灯会翕到的，对啦。哦，除非迄叫啥？迄个电脑，迄啥物智慧型的迄款的，甲会可能哦，你黄灯啊。但是安怎？咱就看到，有人有啥物黄灯嘛，佫冲过。咱正做基督徒，有倒时啊，咱的生活会敢若亲像迄个黄灯共款。信仰生活化其实是爱付出代价的，亲爱的姊妹，是毋是？咱想看觅，听迄个无可爱，服务员家，你要安怎听你的某？你要安怎听你的先生？信仰生活化伫教会内面，咱定定伫遐来学习，厝边嘛好。真侪，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圣经的记载，咱所学习的，咱所相信的，咱存伫心内面，因为咱知影是搁说人好，咱会救出耶稣基督。而且知影咱对细汉也好，迄个对细汉，并毋是讲咱有诶是对细汉，迄个信仰灵命，咱一定有红婴的时阵，对不对？为迄个细汉红婴的时阵，来清楚知影圣经。真清楚写着，这个圣经会互咱，因为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拢是上帝所启示的，上帝话，上帝透过这个这个车台的这个先知也好，这个作者也好吼，将车台因伫遐来写出来，白示出来，要教示咱、督责咱，互咱为正。带人学义，拢是安怎有利益的，叫属上帝人得到完全。这是今仔日咱看到这段的经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为什么基督教这么重视圣经？到底圣经甲基督教信仰生活内面有啥物款的地位？好，这点要甲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分享。咱来看，圣经是啥物款的册？这是啥咱知啦吼？可能较无清楚啦。除了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毋通为着家己了解，我才这上帮啦吼。这啥知啦吼？10条戒，10条戒。圣经是啥物款的册？咱来思考来分享吼。
所以，但是咱爱知影讲，圣经是咱知基督教甲天主教的经典，即个经典，伊是属于宗教顶悬的一本册，咱会当通讲是教科书，是一本册。伊一般咱兄弟姊妹听较有较知影的咱是一本册，是教是人的册，教咱的册，是一本真重要，是一本神学顶悬的册，上帝启示的作品。虽讲伊伫内面有讲到创造宇宙的开始，但是是用宗教甲神学的角度伫遐来写出来，来描述出来，互咱人知影讲，迄个源起头是啥物。所以迄个从基础的、从基本的物件，伫遐来记载。所以伊圣经毋是一本咧讲宇宙啦、科学的迄个记录毋是。科学慢后来会发展，反倒转来看遮的圣经顶悬的记载，嘛有搁较实，用科学的角度，所以感谢上帝，咱台湾基督教会的信仰个别内面有讲到，咱的台湾基督教会信仰个别伫咱若较新的信息内面，拢有真长，真长，咱的少年团契，我会去少年团契，有得教。即个台湾基督教会的信仰个别内面有讲到咱文学、有历史有科学，科学等好，伫遐来见证上帝的即个权力。所以圣经当然用宗教甲神学的角度伫遐来写来描述，所以圣经嘛有记载真侪历史的代志，对不对？咱若看圣经内面有真侪历史的代志，特别是旧约。但是伊所强调的历史的意义甲宗教的教义，绝对毋是咱干那用历史来看就好啊，毋是。去查考，这个历史是安怎样查考，毋是安尼那尔对圣经整个来讲，伊是一拍真侪，无共款年代，无共款文体，有诗用诗写的，有啥有用讲的叙述的。有真侪无共款的文体，无共款的作者，上帝所启示的，毋是我凊彩会当写就写出来，毋是，是上帝所启示无共款的迄个文体，无共款的作者的作品写出来，所以伊有历史性，伊有神学性，伊有文学性，伊有先知性，伊有启示的，启示性，无共款类型的作品。所写出来，所以咱袂当用一个角度伫遐来看讲，我看到即个角度，就认为是即个角度。所以有时咱看圣经，爱安怎，兄弟姊妹做阵咧分享，咱听了解，祈祷求信心，甲咱三角基地来帮助咱。所以拄则有书讲圣经，即个上帝的话，透过话是啥？气开讲出来。上帝透过上帝的灵，互咱安怎？互咱来明白。所以咱看圣经一定爱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安怎？会当透过信心，引带领咱来敬拜上帝。毋是干那所谓的用学术，直接咧看、咧批判，安尼看，那念文学的研究。毋是安尼那样，所以咱爱知影。所以事实上，圣经所记载有关基督教信仰的物件，毋是咱安尼看表面的文字，伫遐安尼写出来的。所谓表面的文字，比如讲有即个道德的宣言，即个宗教的条例，智慧经验、历史的故事，也是讲神者基书，遮个故事安尼那样，毋是。伊是要从主要，请咱注意听，从主要就是要帮助人去明白迄个圣经所讲的上帝。所以要帮助人，圣经记载所有的上帝话，就是要帮助人来明白迄个圣经内面所讲的上帝，会当互人去亲近上帝，去倚靠上帝，顺服上帝。所以圣经的价值，毋是看伫即个条文安怎讲。咱有想着，牧师咧讲的时候，你有想着啥人无？条文咧讲，律法咧讲，也是讲经典、教示、宗教信仰，安尼那样，毋是。法利赛人就是安尼，对毋对？法利赛人伊就是，伊就是照即个律的法度安尼来行。
因无信仰生活吼，较无啦吼，较无迄个信仰生活活出来，所以爱护大家，亲爱的姊妹。所以伫即个过程中，咱就知影讲，圣经的教示，上帝的话的目的，就是要互人看到活跳跳的上帝，活的上帝。所以，咱以后咧看圣经的过程，先祈祷安静心，讨论分享实践，咱就看到活跳跳的上帝，活的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伫咱的生活内面。信仰生活法真重要。所以咱会当伫圣经内面看到，互人看到即个活的上帝，而且上帝甲咱人伫遐建立真好的关系，享受互咱有信心。所以咱基督徒拢会讲遐，圣经就是啥？基督徒拢会讲，圣经就是啥？上帝的话，圣经就是上帝。有一首诗啦，耶稣听我知命，因为安怎记在圣经。耶稣听我知命，因为记在伫圣经。这是咱领受着上帝的听，咱嘛领受着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咱嘛领受着上帝话讲的迄个话有气力、有能力，伫咱的生活内面激励咱、帮助咱。透过圣经这本册，互咱启示咱、帮助咱。所以因为安尼上是咱透过读圣经，咱透过灵修的生活，咱会当甲上帝伫遐来相遇相拄。这是第一点。圣经是啥物款的册？伊就是上帝的话，会当互咱来认捌上帝，会当透过咱的生活内面甲上帝相拄的迄个经验。愿主来帮助咱，这是头一个。第二点，要咱兄弟姊妹，咱所分享的，圣经伫基督教地位是啥物？圣经伫基督教地位，有啥物款重要性？咱成做一个基督徒，咱必须爱有两个先决的条件。咱若要成做一个基督徒，我知影在座的中间有诶还袂洗礼，兄弟姊妹还袂洗礼，但是你咧追求这个信仰。你会想讲圣经到底基督教阮的圣经，占的地位是啥物款？但是无需要讲，咱要成做一个基督徒，有两个先决的条件。啥物款的条件？头一个，看有清楚无？较歹势，可能较细。来，咱做阵来读好无？第一个条件是啥？伊必须爱，你要成做基督徒，当然啦吼。伊讲我说你讲废话，不是废话你必须爱相信上，真做你才会当真做基督徒。好，再来第二点，来做阵来，预备来，伊必须爱相信。必须爱相信是圣经是上帝话，所以头一个必须爱相信上帝，第二个必须爱相信圣经是上帝话。亲爱兄弟姊妹，这是咱真做基督徒先决的两个条件。当然还佫有啦，还佫有当然还佫有，但是这是就同基本的，同基本同基本。所以遮咱会当看到迄个大概性的了解，讲圣经伫基督教内面的地位，就是圣经是基督教信仰唯一的经典。咱讲正典啦唯一的经典，唯一的，无有其他的。所以其实若有其他的，比如讲摩门教，伊有一本《摩门经》，安尼伊迄都无顺正，伊就是异端啦。有家己写出来的圣经，迄都无顺正。迄就异端啊！佫较深入要研究，咱伫咱的小组团体内面咧聚会的时阵，会佫较深的说明，今仔日互咱真简单来了解。所以对遮咱就会当了解，圣经就是咱基督宗教，基督教唯一的经典，所以嘛是咱基督教信仰的根据。所以当基督教的信仰传到一个新的所在时阵，新的语言的团体的时阵，大心就是爱翻译什么
圣经，爱翻译，无咱听有无？听无啊！哦，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希腊文，但是有可能咱即摆兄弟姊妹拢会当去读希腊文、希伯来文，无可能嘛？所以要经过翻译。哦，咱有台湾会翻译真多，咱有翻译即个中文台语、汉语本，即个客语的圣经，伫咱台湾即个即个原住民的圣经，真多，咱啊翻译，透过翻译，伫迄个翻译过程中间，互大家拢会当安怎，拢会当知影讲，咱家己语会当伫遐体会到圣经伫基督教信仰内面有重要。比重视的程度，毋是一本伫遐人拢看无，连看都看无。咱看有豆豆仔读，慢慢读，认真读，透过兄弟姊妹组织，透过查经班，做，咱都会当渐，更较重要是信心来印传。所以用圣经，就是来传达上帝的话，真重要的媒介。帮助咱伫遐作者见证，讲着家己亲身的经验，经历着上帝。因伫作者伫迄个时代，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出世，伫迄个真侪人的款式，伫迄个时代，伫迄个过程，所以基督徒经过这个文字，搁一遍看着上帝，体会着上帝的本性、思想，甲伊的旨意是啥物。特别透过信心帮助咱，所以我说讲，咱若要看圣经进前，爱伫倒有主的信心，互咱揣摩了解来入捌伊。所以圣经伫咧历世历代的基督教，真侪的基督教的文学的作品内面写出来，比遮的搁较悬，遮的地位搁较悬，权威宏大。所以无论有其他的即个基督教作品有偌尔啊水，偌尔啊伟大。拢会比拼咱上帝的话，也就是圣经，会当相比拼。所以这互咱知影圣经伫基督教内面的地位。愿主来帮助咱，相信伊，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愿主帮助咱。最后一点，跟咱兄弟姊妹分享，那安尼圣经内面在讲啥物？圣经说了些什么？圣经内面在讲啥物？伫世界的宗教内面，除了基督教甲犹太教以外，另外阁有5款的宗教会当讲因有所谓的经典的，敢若差不多有5款的宗教会当归纳，因会有经典嘛有经典其他的宗教毋是无是有，咱来看，我出来说明头一个回教的可兰经。回教的可兰经，这就是因有经典再来，先教的波斯古经，阁有儒教甲伊的经典，再来波罗门教吠陀经，再来佛教的佛经，这个世界宗教除了咱基督教甲犹太教以外。所以这是牧师特别直接提出来。咱当然无论即个咱来看无论即个经典会简单遮咱看到即个经典伊的内容，也是讲文字有偌尔啊水，偌尔啊好，也是歹那单一个真重的一点，咱用经典的教义也是用经典的统一性，咱来比较的时阵。咱就不得不承认，圣经甲遮个咱所看到的遮个经典是完全无共款的。咱知影圣经对创世纪一直到偌济，到啥物咯？启示录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伫迄个过程中间，咱会当通知影、感受到讲，咱圣经即本册确实有一款的统一性。袂恶袂走，袂恶袂走去别位去咧，确实有一寡统一性。所以，当咱继续研究，也是讲看写作的时间，甲遮个作者的时阵，咱就会感受到迄个上帝所写出来，透过人所写出来这些基标的所在，因为圣经上重要的形成的过程，你知影有偌久无？差不多1200年的时间。
圣经伫遐慢慢来形成，所以毋是一开始就一本圣经走出来，是慢慢差不多用1200年的时间，经过差不多有40几位无共款的作者伫遐来写、来编辑、伫遐来完成，所以伫遐40几位的作者内面，因家己有家己的想法啊，有家己的做法啊，文学的即个文笔啊，真侪，但是真奇妙的一件代志。因却保持有一款统一性的思想，或者是讲神学教义。伫即个圣经里若详细有研究，咱来看，所以这是真特别的。对伫咱的意义来讲，上帝就是圣经的作者。安尼你知无？即个兄弟姊妹，咱将一切的应用来规划作用，遮尔啊特别，遮尔啊奇妙，透过1000几年。透过这个40几位无共款的作者，上帝所启示帮赞这个作者，伊遐来写出，因为这个年过会超越真多啊，几百年的也拢有，所以咱有可能去看几百年前、几千年前这个物件无，特别伫咧迄个时代，咱即摆有电脑会当去查，但是伫圣经咧完成的迄个年代，无可能一定是上帝。一定是上帝伫遐亲自的启示，所以圣经的作者都是上帝。那安尼圣经甲圣经神学的内面，其中有真侪的主题，一贯的主题是啥物？咱会当来想，其实牧师甲咱兄弟姊妹报告，一贯的主题就是上帝甲人类契约的关系。上帝透过先知也好，透过天使，透过咱兄弟姊妹伫遐，透过以色列百姓民族伫遐，甲咱讲啥物？讲迄个契约的关系，就是上帝甲伊主民契约的关系。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上帝，人是被造的，佮犯罪，佮堕落，所有人类的历史对上帝所发动的迄个拯救。赎回就是即款的历史，咱人类就是即款，包括现在，咱若要洗礼啊，准备要洗礼啊，你会当去回想，还是讲咱洗礼了后，咱伫遐来回想，你安怎样甲上帝相处？有的兄弟姊妹透过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有的兄弟姊妹透过伊就家己来教会，有的兄弟姊妹透过伊一出世就是伫基督教的家庭大汉。但是这拢无影响上帝对咱的带领甲引带，甚至将奇妙上帝就是安尼来拯救咱，来赎回咱。所以圣经的历史也就是上帝甲伊百姓、人类的即个契约，即款的关系。所以咱对即个所在来知影，搁深入直接来研究、来看圣经的时阵，圣经就会甲咱讲。有倒一款宗教思想，还是讲即个神学顶悬侪无共款的教义，伫遮牧师真简单，甲兄弟姊妹来归纳起来。咱若以后看圣经，咱会当对遮的物件来思考、来想。好一个上帝观，圣经顶悬伫记载真侪有关上帝观。咧讲的是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上帝属性是啥物？所以伊甲人类，也就是讲甲自然界的关系，佫是啥物？其实咱会当透过圣经，而且来明白。今仔上即个牧师用即个标题甲咱分享。头一个是上帝观，第二个是基督论，咧讲基督。圣经讲着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的生平伊伫世间的日子是安怎？伊出世的意义是啥？其实牧师咧讲的时阵，咱哪想，咱着对照想看嘛，即个圣经在内面倒位，无得较你会知影。伊的心性，伊的人性，神性甲人性，是啥样？这是基督论。咧讲基督耶稣，性性论，其实这就是嘛是基后真理咧分享的，咱甲兄弟姊妹。所以性情是啥物？性情的目的，性情的功能是啥物？性情甲人类佫有啥物款的关系？重要是伫倒位？来佫有人观人，伫圣经内面会记载人是啥物，生命的意义是啥物，人的地位，
甲万物的关系，人甲上帝的关系是啥物？伫圣经内面有遮个记载。过来，咱来到新约看到啥？教会。教会是啥物？伫圣经内面记载教会的形式，伫迄个过程。教会成立的精神伫倒位？应用上帝的名，人的组织，而且上关信仰。过来有讲到拯救论。基督教所讲的拯救，也是救赎是啥物？伊重要的意义是啥物？过来一点，甲咱即马佫较有关联的。圣经顶原的记载，上帝话的记载，基督徒的生活，你要应该安怎来生活？迄个意义伫倒位？安怎样改变？人安怎样透过上帝话来改变，来得到鼓励，得到激励？咱有一个见证的影片，牧师即摆放互咱看，是咱教会的感谢兰姐妹伊个见证的影片，请咱详细看，这都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使咱做阵来分享。从头到尾。即阵到发现了有机无好，迄个时阵也工课就结束起来，我来做头，开几日头两个时，介绍咧做咧材料，就介绍互我，就安尼落。就安尼落去，明白就明白。他规真安尼顺，真顺，规模的，我哋咧做，甲人去做人，那样也咧听我的，换的是我真是，搁伫厝诶。咧讲，迄种谁我来走来安尼，徛甲咧相逢安尼啦吼，敢若好像有一点花火那种安尼啦，逐工都咧讲，安尼变安尼啦吼，就拢安尼哪做发晒的拢会考安尼啦，考那个心情真的安尼很难过咧吼。我真是平常时拢袂对我咧歹声扫啦，拢对我足好个安尼啦。有一天，我真是就走来店里啦，看到在咧面前，聊天，就看摔东西。门开咧，我就台湾那种啊，人这两个然后坐甲阮祷告，就甲阮牵手，两个牵手祷告安尼啦。牧师甲我得了这个代志，圣灵感动，互我醒悟起来。这个，互阮阿嬷咧冤家这个代志，是这个外遇，阮安尼敲着咧，甲问啦，我问迄个外遇啦，迄个外遇，你哪会知啦？原来伊就是有去找算命的来做法，阮。是歹食，甲阮暗害了对啦。这个代志了，加工牧师牛来洗头，牧师牛的，牧师迄个早起拄喙齿的时，就拄咧讲咧念讲，哎呦，足久无看书来坐安尼，讲
我来甲看卖啊，我洗礼，甲安尼来开即间店，拢无去做礼拜，才发生即个代志。迄天真是感动，师来发电，啊了的时，我讲感谢上帝，伊还无去礼拜，伊嘛无叫回去阮，互阮阿妈我安尼，当然都恢复伊在小听，伊倒了，啊阮夫妻每礼拜拢去教会啊，去参加论团聚教会的活动的对啦，就这样子就很平安，就没事了。还有事情跟上帝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叫上帝，都是祷告，天父赐福，没有在哪一位神可以代替上帝，真的很棒。以赛亚书46章第3节到第4节，一只有记载。这是咱咧讲的基督徒信仰的生活，伫圣经内面也有做遮会水倒好的见证，嘛详实是你的见证。每一位兄弟姊妹，我相信咱拢有真特别的见证。迄个见证，当然无说讲真特别，其实是安怎真平常，伫咱的生活内面，咱就会做。咱感谢上帝吼，使咱一个愿意伫遮现身说法。伊讲伊透过祈祷，伊领受着信心，甲伊同在的迄个过程，互因夫妇搁一遍搁好。若是因夫妇搁好吼，嘛甲安怎嘛甲上帝搁好。我相信因对上帝的话一定有真侪的感动、感受，搁安慰。所以伫遮有讲到，除了咱看到伫圣经内面讲到遮尔侪上帝阮基督论、信心论人教会拯救上帝拯救咱基督徒的生活来看都有。来，那个右边提到上帝讲搁有一个真重要，上帝讲。对，其实伫圣经每一个过程，咱咧看对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即个一贯的态度，一贯的观念，伫遮每一个其实拢有展现伫圣经内面，咱看到的过程。你若想看卖对创世纪，遮内就拢有记载，出埃及一直到启示录，主来帮助咱所以这是当然，若是遮的这是牧师小可归纳起来，互咱会当通了解，知影讲圣经的记载，就是咧讲遮的大多数咧讲遮的过程。所以，伫遮圣经就是为着人提供遮的咱宗教信仰的即个过程的引出，就敢若亲像最后我用即段经文来做结束。耶稣伫约翰福音14章第60讲，伊安尼讲：我就是道路，过来真理，过来画面。我就是道路、真理、画面。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画面。圣经就是咧讲咱即位上帝，圣经就是咧讲道路、真理、画面的上帝。所以，既然会当咱对真理甲生命咱咧超找的人。咱做阵不妨咱做阵伫遐来挑找，咱一定会当伫圣经内面找到咱所爱的答案，道路。愿主赐福帮助咱，会当透过上帝的话，迄个话是有气力的，迄个话是有能力的，有信心帮助咱来进入上帝的话。请大家安排。听完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保守带领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因为阮知影上帝你的话带来能力，带来气力。上帝你的话语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
无论对伫历史，无论对伫科学，无论对伫即个每一个无共款时代的过程中间，拢在见证、在启示上帝的话，伫即个时代有缘存在，帮助阮兄弟姊妹来经历人生每一个无共款的坎站。主啊，阮感谢你，赏赐你的话，遮尔有气力来引带阮行天路，嘛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更较恳切上帝的话，每日丧事来想上帝的话，伫阮的生活内面来得到帮助。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兄弟姊妹起立。
这是我来报告。咱来当先开，咱来收到吼。当工的事吼，咱会当来家己来做。请后尾大家当工会当来准备。聚会人数甲方便，咱嘛家己来看。教会有一个小组团契，咱嘛邀请大家来参加。本会消息，请牧师先。本会消息吼，咱来看吼。第二点，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聚会有做调整，咱犹原是实体的礼拜吼，顶嘛有做线上的直播啦。这礼拜咱嘛恢复实体的圣灵主日学甲儿童主日学。另外，若是有爱居家隔离的人吼，请来通知牧师吼，互咱教会来做关心。第二点，本会分举总会信用教济委员会修订使徒圣经，咱嘛有来做检验。第三点，今年度开始，圣教组有安排团体小组来站立献诗，嘛，互大家会当入来各个小组团体。今仔日是真感谢橄榄树小组来带咱做伙来站立，请橄榄树小组会当加起来，互咱明白者。做小组，搁中信哥嘛是吼，搁那个卢明哥跟丽丽姐嘛是拢有咧关系。好嘞，第四点吼，咱8月7号有举办圣礼典吼，嘛请要洗礼的兄弟姊妹甲牧师来报名，会安排来上只要这一个课程吼。第5点，有要订新的年度的每日读经释义的吼，会当去咱公布栏来登记。第6点，今仔日下晡2点，教会有举办名人讲座，有邀请林兆成老师来分享吼，请大家来参加。伊是一个大提琴的音乐家。第7点。7月9日，拜六早起8点，少年团体甲经济小组有邀请这个直男选手毛家恩吼，这个兄弟来教咱打篮球吼，搁有下晡嘛有分享见证，请大家会当来参加，甲牧师娘也是曾宇璇执事来报名吼，早起打球的部分是。小学5年级，小学5年级5年以上的会当来报名，下晡是分享见证，大家拢会当来参加。第8点，第8点咱若报真第礼拜，咱会当来看吼。第9点，教会伫7月16号到7月17号有志工训练，咱邀请大家来参加，来报名参加。这个志工训练吼，咱邀请这个高雄政府一只来做进一步说明。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代表协会来向大家报告7月咱7月16到17号这2天，其实是1天半啦7月16拜六是规工的，7月17是礼拜下晡1天半的时间，咱的教会办这个志工训练志工训练。我感觉这是真难得的一个机会咱是特别邀请到平安基金会来帮咱做这个训练平安基金会其实是咱总会下面的一个组织啦过去拢毋捌伫咧南口因为可能南口这个所在对于总会来讲，我毋知可能是一个较庄脚的所在，是讲咱遮的人较无遐尔济，所以一般办拢伫咧台北市咧办。因为咱教会一直咧想讲咱协会教会一直咧想讲，咱的理想是啥？头拄牧师有讲过社区宣教的社区的服侍信仰的生活化。
所以咱嘛一直想讲，咱若要做社区的代志的时阵，咱应该爱有机会好好来甲咱做一下训练特别是最近咱会发现讲，政府开始行将一寡社会的事工、社会福利的部分，拢开始下放给民间的组织，对无？到位点咱就有迄个机会，咱新接即个民间的组织的一寡活动，像咱到位有长照2.0的迄个设的据点，咱去年有办迄个弱势的迄个爱分享，即种迄个活动对无？就是讲，其实即摆咱的政府开始拢会将即个资源放伫咱的迄个民间的组织内底。咱到位其实即个机会会当通过政府部门的迄个算讲因的推广，无咱会当行入社区，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机会总是伫咱教会咧行入社区的进程的内底我较着讲咱拄着3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咱教会唔知影社区需要啥，咱要做啥物代志。第二咱的兄弟姊妹欠过一寡装备啦，缺乏装备第三咱要招咱的志工是讲咱要更较侪人来参与，咱要招人入来是困难的代志。所以咱较建议讲咱若准备咱家己教会，咱针对一个志工认证的团体的时阵有助于我们对于社区的活动、社区的迄个进行所以咱就特别邀请迄个平安基金会来咱教会做婚礼，咱教会伫咱礼拜做婚礼，咱拢有叫照样来办这是真难得的一个机会伊嘛是因为咱的邀请咱来甲拜托，所以愿意来。所以咱教会不能讲更较侪人会当做来参与啦因为报名的人真正是较少，咱有答应讲你要来，我设我甲你处理40个人意思就是讲因为要办一个活动爱有人咱来家己咧办的人迄个角度来讲，我爱有业绩嘛，业绩爱有一定的人来，我唔该要办一场的活动。我讲阮处理40个人意思讲，咱至少爱有40个人来参加当然，不一定是咱教会人，反正你会当招你驻兵啦也是有愿意讲来做志工的人会当来参与即个受训的迄个特色第一点就是讲，这课程是特别对教会，因为是咱的总会的迄个平安基金会办的嘛所以咱去看志工若做咱遮我知影咱这条是志工证的你会知影讲志工有一个基础训练，有一个进阶训练，对无？有的人讲基础训练我拢训练过，我过来再创啥？我拢爱一个基础训练，基础训练就是你爱对志工有一定的概念。进阶训练就是讲，比如讲我消防局要设志工，所以我特殊训练就是你爱熟悉消防局的事情。你也别学校要做学校的志工，你爱熟悉学校是一个特殊训练。咱的基础训练甲特殊训练其实拢真合理啦，因为咱是为教会为办的，教会咱做啥物款的代志，教会为啥物要做这个代志，是因为信仰的问题。咱今仔所讲的稳固信心，咱来做这件小的服务的代志咱是徛以信仰的角度为准。所以咱来参与的时阵，咱毋是惊来讲志工是安怎做，志工要做啥物代志，其实咱是要咱坚定伫咱的信仰的面前，咱的信仰咧做志工，还是咧做社会服务。所以我会感觉讲这是不管你以前有受过啥物迄个基础训练，还是进阶训练，你今仔日来参与着咱家己教会所办的志工训练时阵，咱会当去较了解讲为啥物咱要做这个代志。看一个基督徒的眼光，一个基督徒的迄个角度，咱才会来做这个。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所有迄个结业后的志工咱是属于累建部的下面内政部咱是全国性的。什么意思呢？一般咱若会有人是志工训练时阵，比如讲以新北市训练，所以配给新北市的志工证，所以也去迄个招聘大家去做志工。歹势新北市没有办法认证台北市的志工，但今仔毋是，今仔伊来咱遮参加这志工证，这是属于内政部的。内政部就是国家的单位嘛，
所以不管你走去高雄啊，或走去南投，或你做咧志工，其实都可以得到认证。所以这第二点吼，啊第三点就是讲，咱得到志工认证要兼顾一寡方面啦，你大家这是可能性的，比如讲你一寡风景区吼，你讲咧对啊是啥物吼？这有一寡方面的吼，所以这是算讲国家的迄个认同的一个证书啦，啊，不能讲会当做伙来参加吼。我是感觉讲吼，咱在做社区的服务，其实毋是耶稣当开始来宣教的时阵，嘛是对社区做伊啊。你看伊卖碗粿，伊做食物的分享，4000人食饱，5000人食饱，关怀有势。等等，这是对社区开始的。所以今仔日咱教会咧，伫即个南口的所在有一个应用在咧块，其实咱嘛爱对社区开始啦。我嘛讲咱大家拢会当做伙来共享圣体，做伙来做迄个志工的训练吼。7月16到17号，嘛你将时间迄个空出来吼，做伙来参与吼，一起来做，谢谢。咱感谢教皇长老吼。即摆我看后面报名单吼，差不多10通位呢，吼10通位呢，咱搁差30位，吼咱搁差30位，邀请兄弟姊妹就甲填写落去。拜六、拜日16号、17号吼，礼拜日咱就时间空下来，来教会参加即个志工训练吼。以后拜我要办侪伫社区的活动吼，咱就拢会当招搁较侪吼，咱做阵伫遮来做即款的训练吼。最后有师有讲到吼，咱的即个使徒圣经的修改论吼，伫个即个咱总会网站拢有介绍，吼，拢有说明吼，因为真长，吼，牧师真简单吼，其实伫顶礼拜咱的即个题目书，会牧师已经有说明过，吼，大概就是因为即个咱最后台语版的最后内面讲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和信徒的相通，我信神是啥物？这个没有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原文其实咱这个使徒圣经形成吼，差不多伫个主后700年左右，伫个这个迄个过程形成这个使徒也是讲这后来伊这个教会成立了后，这个兄弟姊妹特别是教会这个组织伊迄个过程伫遐来慢慢完成伊原甲圣经共款总是咱爱清楚知影，使徒圣经是信仰个别，毋是圣经迄是信相信的信使徒圣经毋是圣经这个差一点迄个音差一点就差真多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嘛，互咱兄弟姊妹知影伫个即个过程我无要阁进一步咧说明，因为这真侪即个文我会将即个说明文搭伫后面咱若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咱过来看会加减来了解加减来了解。所以使徒圣经当然对咱信仰个别真重要咱兄弟姊妹，咱个别伫人甲上帝的面前，咱伫遐来个别咱的信仰所以用我信3个呢3个信上帝、耶稣基督、信神我信所以伫翻译的过程中间有小可定打去，所以有改进修正安尼以上来做。好，咱再来看关怀大道的部分咱关怀大道第1点 RPG 代导事项是咱下个月名人讲座，搁疫情，搁咱有较正的兄弟姊妹身体的复原，搁咱的兄弟姊妹的灵命的成长，教会事工来做代祷。2点，伫个厝调用的兄弟有曾怡芳姐妹，搁洪文香传道，搁林成清长老、赖建志长老、林建志弟兄、德修弟兄、潘永洲、吴世明、曾文德弟兄。郑明霞，搁罗金丁、徐建廷、甲林李女珠，拢伫咧厝咧调用。大院有李希明，搁有咱洪本展弟兄的妈妈，搁白许秀英甲魏静婷。
啊，刮出的吼有何伟林因一家伙啊，吼伫咧解着，吼咱为因解倒。啊，奉献的报告吼，请大家来看周报的后壁吼，啊，若是有顶台会当来向咧会计，吼，咱今年会计是用祥之士，吼，啊个也是春仔是无凭之士，吼来做见证。好，咱来看今仔日的经句，提摩太后书3章第16节，吼，咱做伙来读。要不列变体下是动见，互人理解，好，上言圣诗520首，原来救主耶稣基督。上言表请国书员宣布。你要上帝听达，圣贤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一体，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等后昼结束，咱大家行平安礼。